打開小朋友語言表達天賦啟蒙繪本唔少得。My Very First ABC Book 係一套專為學齡前兒童設計嘅語言表達啟蒙書。26大主題嘅句型係根據小朋友學習語言嘅特點同埋發展規律而設計，由淺入深階梯式嘅訓練，從詞彙嘅認識再到句型運用，循序漸進咁全面提升小朋友嘅語言表達能力。而且科學系統嘅語言架構設計，內容精選咗小朋友熟悉又喜愛嘅生活情景同主題，貼近日常生活，令小朋友更容易投入學習，慢慢咁建立流暢有邏輯嘅表達方式，幫助自然咁掌握句型運用同表達習慣。書籍仲支援咗3種點讀語言模式：英語、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. 廣東話。你嘅職業係乜嘢啊？我係護士，我喺醫院入面工作。中普通話。他比我高，他的手掌比我大。My Very First ABC Book 讓小朋友愛上說話，學會表達。